你好，上一課我們搞定了變量與類型，這一課進入程序的骨架、函數與控制流。先弄清一個貫穿全課的概念，語句和表達式的勾別，一個分號就能改變程序的含義。然後是三種循環 loop、while、for， 各有各的舞台。旋有循環標籤，能從嵌套循環裡精確跳出。最後認識 match， 編譯器強制你考慮所有情況。練習在章節 readme 裡，建議看完就做。先看函數。Rust 的函數體由兩種東西組成，語句負責執行動作，表達式負責求值。這個 add 函數最後一行 A 加 B， 注意沒有分號，它是表達式，求值的結果就是返回值。下面這個幾乎一樣的函數，只是多了一個分號，立刻變成語句，返回值變成單元類型，編譯器直接報錯。所以月分號把表達式變成語句，這是新手最常見的錯誤來源。更有意思的是，代碼塊本身也是表達式，用一對花括號包起來，裡面先聲明 x 等於3，最後一行 x 加1，沒有分號，整個塊的值就是4。於是可以把它直接賦給變量 y。這個特性後面到處都在用，先記住它。if 在 Rust 裡也是表達式，能直接賦值。分數大於90拿優秀，否則拿及格，一行搞定，不需要引入臨時變量。但有個硬性規定，兩個分支的類型必須一致，因為不管走哪邊，變量都得是同一個類型。旋有條件必須是布爾值，沒有是語言裡非零即真的稅法。寫 if 一句直接編譯錯，這是刻意的強類型設計。函數裡想提前返回，用 return 加分號。正常路徑的返回值用美表達式，不帶分號，寫起來非常順。return、panic 宏、無限循環，這些不產出值的路徑，類型是 never， 寫成一個感嘆號。Never 能賦給任何類型，所以一邊返回值一邊 panic， 類型檢查照樣通過。接下來三種循環 loop 無限循環，集合從事邏輯，旋能攜帶返回值。while 條件成立就一直轉。for 偏力迭代器 Rust 裡最常用的一種，三者怎麼算？偏力集合用 for， 明確條件用 while， 需要無限循環加可控退出用 loop。先看 loop 的晒手 break 可以攜帶值。計數器用 let mode 特聲明，從0開始，每輪加1。到10的時候 break count 乘2，直接把20作為整個循環的返回值。用 let result 接住，循環列出後 result 就是20。這就是從事邏輯的標準寫法。loop 裡不停嘗試，成功就 break 帶着結果走人。while 加下標偏力是老寫法。Rust 裡不推薦，容易越界，容易漏。for 由迭代器偶動，編譯器保證不越界，邊界檢查還能被優化掉。範圍寫0.5，表示0到4，左閉右開，除不到5。加等號就是兩頭都含。ref 方法旋能反向偏力，字符串也能直接 for。Charts 方法逐字符迭代，處理文本特別順手。循環旋能貼標籤，外層循環前面寫單引號 outer， 內層 break 閃引號 outer， 直接跳出整個外層循環。Continue 加標籤，則跳到外層的下一輪。處理嵌套循環時，標籤讓跳出位置一目了然，不用再設標誌變量。最後是 match 對值做模式分派，一個豎線表示或者200或201都走成公分支。500點點等於599是範圍模式，整個勾間都能匹配。下劃線是兜底分支，接住剩下所有情況。最關鍵的特性，編譯器強制窮盡，漏掉一種可能，直接不給編譯。match 的深度玩法在第8章，現在先掌握骨架。看3個高頻編譯濫誤，都和今天的內容有關。兩分支類型不一致 ，if 拿到字符串 ，else 拿到數字，類型不匹配。想返回表達式，手滑加了分號，返回值變成單元類型，
期望 I32 找到單元。if 的跳鍵給了整數，期望布爾值，把這3個創碼記住，以後一眼就能定位問題。課後練習4個，難度遞增。1星 FizzBuzz 3和5的倍數，經典熱身。2星 Calatz 步數考 while 元音統計考 for 加跳鍵。3星智因數分解考循環加數組，答案就藏在 main.rs 測試模塊上方，先自己寫，寫完對答案。跑起來看 @23 得5，代碼塊的值是4 ，check -5 返回負數。循環部分 loop 的返回值是20 ，range 正着倒着都能騙力。標籤那個例子，成績不超過30的組合一次收齊。Cargo test 4個測試全錄，練習答案都能這樣驗證。小列語句執行動作，表態式求值，分號是分水嶺。if 代碼塊 loop match 全是表態式，都能賦值。break 能帶值跳出，標籤能精確定位，match 強制窮盡。課後把4個練習做完，手感最重要。下一課模塊系統，把代碼拆成多個文件，我們下期見。